心来开始今仔日的敬拜，请走个。总是当基督已经对世人中各活，最佳的得困的头一个各活的，因为既然对一人才有死，也对一人才有死人的各活。因为亲像伫亚当众人拢死，也亲像安尼伫基督众人拢得到各活。咱三甲来吟诗哦，老主圣诗105首，圣诗105首，交战结束，苦难拢煞，请起立。
咱悠然徛地，三甲用主甲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旨伫行，伫地里亲像天里。阮的日子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错案入伫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荣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接，咱用信仰告别来告别咱的信仰。阮上帝全能的爸，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彼得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6篇，启应文第6篇是诗篇16篇。我来启，大家来用。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一声，去对别个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毋参与因的献祭。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驾是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一声，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咱压头同心来祈祷。至圣至尊的阿爸爸上帝，我满心感谢你，伫这中秋主日，阮南门教会众兄弟姊妹，搁用一摆，用渴望的心，用热切的心，用虔诚的心。阮来教会要来上郡天父上帝，阮恳求主，互阮伫即个时阵，阮会当来孝念阮的主耶稣基督，为着阮要受钉伫十字架。阮知影主耶稣要钉伫十字架，流出宝血来洗清阮的罪过。阮知影，因为主耶稣的死，互阮逐个人拢会当搁活。阮有即个赢过死亡的关系，阮恳求主甲阮指点。阮南门教会众兄弟姊妹，虽然检测阮的信心无够，虽然检测阮年岁渐渐增加，虽然检测阮有各种恶担当的事，但是阮恳求主赏赐阮有一个信仰。阮知影，阮只有牵条伫即主，才当成做阮的帮站。即时也是清明的节期。有真侪人检采去望念来悼念阮的先人。阮恳求主，阮同款伫礼拜中，阮要来悼念阮的先人，阮的祖先，特别阮也同时来悼念阮南门教会信仰的前辈。恳求主，因的脚会当成做阮的帮站。即时
阮安尼恳求甲感谢，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学老，咱要请圣歌队来学老，以打奉主圣名临教。
何珊那，化何珊那，俄勒归以色列君王。啊，真多谢圣歌队真水的歌声。这是咱做伙来看上帝的话，是记载伫马太福音28章。咱要看对第一节，看到第8节。马太福音28章第1节。安息日后，7日的头一日，天曝光，活大了的玛利亚，甲别个玛利亚。要来看迄个梦，忽然地大震动，因为主的天使对天落来，割开迄块石来坐伫顶面。伊的面貌亲像死那，衫白亲像雪。过手的人因为惊吓就摇摇喘，变亲像死。天使应遐个妇人人讲：“恁毋免惊，因为我知恁在找钉十字架耶稣，伊无伫遮，因为伊已经过活。照伊所讲的，恁来看主所到的所在，也着紧紧去甲伊的学生讲，伊对死人中过活，也要大声恁去加利利，伫遐恁要看见伊。”我已经甲恁讲了，因紧紧离开梦，也惊也大欢喜，走去报伊的学生。以上讲道，今仔日讲道的题目，伊无伫遮，伊无伫遮。咱将时间交张牧师。请做同心来祈祷。何珊那奉主名来的人，应该得到娱乐。今仔日，阮奉主的名，三甲组织伫遮，做伙来敬拜、来尊重创造的主宰。主伫中秋主日，阮回想2000年前，主耶稣伫最后一摆进入耶路撒冷的时，众人画何珊那，用棕树枝用衫铺伫涂骹，来迎接君王的方式，来欢迎主你的入城。总是，互阮拍算袂到，就是当主理入城了后，甲即前的当局紧张的关系哪来哪升高，直到无几工了后，迄个画何珊那的声音变做定义伫十字架。主，阮也咧想象阮家己本身，阮甲你的关系，阮对主理有真大的期待。嘛有真侪要求。当阮伫迄个所在满腹仰望你来满足阮的仰望的时，阮伫遐画何珊那，阮伫遐将阳光跪伫你。总是当主你的道路关过阮的道路，当你无照阮的意思来成就阮的欲望的时，检察阮甲遐仆民共款，会化光定义伫十字架。主啊，搁一摆，互阮来反省我甲你的关系，也互阮会通过主你为着阮来死伫十字架顶，你诚做搬过节的羊羔，即个真深沉的意义，互阮会因为甲你立新的约来得到救，即种的恩典，阮会伫今仔礼拜中来领受着，也知影死亡。是因为罪所带来，罪是因为阮无法度完全遵守一切律法，直到这个罪，互阮肉体的死亡。总是你已经通过耶稣基督替阮付罪代价，替死伫十字架顶。今仔日阮才会借着耶稣基督来得到称做义的身份。阮用这来纪念你的恩典，也对主的过活，看见阮性命也阁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当阮最后一口气喘出，当阮受安葬伫梦的时，主阮知影，阮已经无伫遐，阮已经伫上帝你永远为阮陪伴永远的厝体。主的过活，互阮看见。
通过主耶稣基督，阮嘛要领受迄个国外的恩典。阮用这种心情，三甲伫遮来敬拜，愿上帝你的圣神通过人有限的对真理的认捌，甲无受到阮传达上的障碍。上帝圣神自由运行伫阮逐人的心灵，互阮对今仔日对唱歌、生活对的赞美、祈祷以及阮的信息，愿每一人亲自听见上帝你要对阮启示的真理。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我毋知影你敢知影清明节安怎来？我以前捌想过这个问题，后来这几礼拜咧准备的时候，忽然间想讲，端午节是因为迄个，我阁袂记得屈原啦吼，为着屈原咱大家食肉粽。中秋当然有月娘吼，中秋过年就过年，清明咧，清明甲什么人三甲结合做伙？所以我有兴趣，我就去找迄个维基百科，还是遮 internet 去找，才发现讲，清明本来毋是节呢，清明是迄个24节气内底的一个。咱知影以前农业社会为着工作上的方便，什么大寒、小寒、白露什么迄个24节气，其中一个节气叫做清明。迄个就是时序古早人的智慧。这个时期这个24节气，即摆要做啥要夜景但是要收割等等，这个是时序的标志。清明一般拢是伫春分了后第15天。咱知其他咱咧过这个中秋啦，还是肉粽节，这甲变化较大。总是若是清明甲咱即摆咧过国历吼，较吻合。差不多当年拢伫4月初4甲初6的中间咱咧过清明。所以本来毋是节，是一个节气，伊乃变做节。后来我去查讲，咱伫清明的时阵会扫墓会食较冷的物件，主要就是有一个节气，咱即摆大概无啥人咧纪念，叫做寒食节啦。食冷的物件，寒食节。这个寒食节伫过去是伫即个清明的前1、2天。所以时间过了后，寒食节之后，大家无啥咧纪念，煞变做清明，变做一个节，成做一个节日一个合并的日子。这甲咱今仔日共款，咱今仔日进入伫受难周，因为主的受难日 Good Friday 伫拜5，拜5受难日，礼拜日就国外节。所以有时咱咧过即个教会日的中间，咱大部分会去较忽略受难日。迄天耶稣的受难，咱大部分拢去庆祝伫一个国外节，共款即种的意思。寒食节是安怎来？我看读咧了，才知这我以前读册时阵捌读过咧。这一个春秋战国时代的故事啦，吼。就是有一个人叫做介子推，介子推伊是晋国内底可能以前的皇帝有足侪囝，为着要争迄个王位。这晋献公的囝一个叫做重耳的人，伫迄个斗争真严重的中间，伊重耳不得已为着爱保全性命，爱逃亡，伊全走。这个介子推是伊的忠臣的第一流亡。拄到一个无物件通食，大家只限交迫用要死的时，这个忠臣介子推。挂家己的肉，煮一个肉汤去互即个重耳去食，伊无甲讲即个代志。后来伊才知影，即个重耳才知影，原来是即个遮尔尽忠的忠臣，挂家己的肉煮好食，才摕互即个重耳食。即个斗争经过19年了后，即个重耳倒转去到晋国顺利接做晋国。这个春秋5霸之一叫做晋文公。晋文公伊即位了后，伊就感觉，我今仔日通到今仔日，就是介子推当时有这种这么忠心尽忠挂肉互我食，所以我一定爱甲报答。伊就找人去
派人去找这个介子推。那介子推已经真友好，啊，老母已经真年老，啊，伊对这个官位也无兴趣，啊，一直推辞，啊，王一直派人来甲邀请，伊感觉真烦，伊就带伊老母去米达山顶。啊，这一寡大臣就甲讲：啊，你山你要到找人啦，这山遮宽遮大，你若放火烧山吼，啊，因为那为着要逃命，伊一定会离开迄个山，咱就找着伊。所以因真正就甲放火烧山，无拍算介子推甲伊的老母伫迄个中间煞叫烧死。啊，后来晋文公家己真内疚，家己感觉非常的艰苦心，所以伊就下令讲伫即天，所有全国袂当起火煮物件，咱大家拢食冷的物件，啊来纪念啊即个介子推即个尽忠啊，也是尽孝。啊，忠孝两全的即个人来对念伊，所以今仔日咱即马大概大家无啥知影即个韩式节，总咱拢食润饼嘛吼，润饼真少人咧食烧的啦吼，拢冷的物件啦，食粿啦，食红菇粿啦，食草仔粿等等。啊，当然后来甲清明，咱伫即个春天的时阵去祭祖、扫墓，拢全连做伙啊。华人的世界对这个受儒家文化影响真大，所以咱真注重孝道。孝道毋是干那伫在生，就是对死去的人，咱嘛爱置之以礼，就用迄个礼数啊去甲啊对念啊去甲对思啊去甲纪念这个古早人，所以这个。咱伫清明扫墓甲儒家文化，迄个祖先崇拜，即个祖先过身了，伊就变做家族神，啊来祝福咱的家族，甲即个祖先崇拜以及即个友好的文化连做伙。所以事实上，儒家一开始伊讲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大部分拢是较是属伫迄个抽象的啊伦理方面的教导。总是后来道家也是即个佛教的影响，即个祭煞变做一种会拜鬼神的即种的行动，加添真侪宗教意义。啊，祖先咱都爱甲背亡纸，啊，都爱甲祭拜，都爱用即个水果各方面啊来祭拜，所以宗教意义赢过迄个伦理的意义起来。啊，我想孝道是真好的一个文化，对华人世界来讲，啊，咱的孝道毋是干那伫在生，嘛是伫已经过身的人，咱甲伊建立一个和谐，所以一代一代这种的关系，迄个connect非常的深。啊，咱会知影讲，亲像西方的世界，大概有时咱足袂惯势吼，老爸老母嘛甲叫名，阿公阿嬷拢叫名，啊，拢较个人主义，啊，因真罕伊讲，亲像。啊，咱已经喺族谱内底写到第30几世啊，第几世啊，咧纪念30几代以前的祖先，大概已经啊，伫华人世界才找到。啊，我想这种文化是真好，因为咱的教示，咱的时岁后一代过一代，咱的本源伫倒位？基督徒来讲，咱对创造自开始到今仔日。咱今仔日个人伫即个所在是前一代的人，因有付出真侪的辛苦啊，真侪疼，咱今日才会存在，一代一代落来。咱通想象，咱这个人，大概咱的祖先嘛，毋知几百年前，还是几十年前，为迄个中国迄边遐啊来到即个所在，开荒垦地，一定有足侪遮辛苦的代志。总是即个血缘啊，即个家族，即个文化一直传承落来。所以咱会通看见，今仔日清明的扫墓已经有真侪宗教意义、祖先的崇拜啊！我会记得，阮以前虽然的时阵，厝后壁就一个墓啊，清明的时阵啊，有时就放炮啊，有时看因咧印墓纸吼，有足侪遐风俗，我毋是真清楚。毋过囡仔有糖啊通分啦吼，因祭拜了遐饼，就囡仔大家伫迄个所在。
以前物件真少通食，咱拢去伫遐，甲人伫遐来食这扫墓了咧分的这物件。所以清明的扫墓今仔日伫咱中间有真侪祖先崇拜意义，所以有真侪基督徒伫清明节会感觉非常的为难。一个传统信仰的人，如果咱家族毋是全家信主，你即马要倒转去扫墓，大家拢咧举香拜拜，咱讲我用心来，我用火来代替。一寡人就甲你批评讲恁着蒙祖啦、不好啦，等等遮。所以说变做咱敢若甲家族迄个关系煞紧张起来。是咱相信上帝是唯一的上帝。人死了后，并无法度人成做神。对祖先的迄个尊敬感谢，咱无应该比别人较少。所以检采清明节，如果咱今仔日若有迄个机会，家族也毋是全家信主的，咱应该甲参加家族的活动，伫祭拜中间，互因了解咱信仰迄个核心的价值，互伊知影，其实咱咧追求的，咱的信仰所应允互咱的是永恒的生命。这个是一个基督教信仰上核心的价值。后礼拜过活节，我要搁强调一个。保罗讲：你若毋相信主会过活，你若毋相信咱会过活，你信空空，你的信是空空。基督教只不过是伦理道德的一个修身养性，也是一个精神的寄托。那你无意义，任何宗教你拢会通去找。基督教核心价值是：我相信主耶稣基督过活，通过主耶稣基督，有一天我嘛要过活，我要领受迄个永远的活命。所以清明节是互咱有机会，甲咱的家人做伙讨论咱对生命的看法。咱参与伫即个扫墓的中间，互因了解，咱有搁较大的愿望，伫迄个中间，互因来思考迄个永恒的迄个价值。所以伫偌久以前，我有讲耶稣捌用墓来批判。来责备这个法利赛人，起甲真水，总是内底是污秽甲死人骨头，干那遐腐烂的东西呢。我拜五甲上年甲妇女去大溪去慈湖我毋捌行入去到内底。上面迄张就是即马叫做蒋公陵寝吼。其实就是你可能袂当入去啦吼，遐有卫兵伫遐咧顾。世间人为着要纪念死的人，去遮尔济、遮尔富丽堂皇，含这金字塔等等。咱嘛愿望，对咱所听的人因若安息的时阵，咱有一个所在通好来甲纪念。所以这墓的共同点就是，虽然逐个文化、逐个国家墓的形真无同。无几以前，我去花莲台东，有的墓起甲敢若厝安尼吼，非常的大吼。总是不管你的形状什么款，伊的目的是敢若咧藏尸体，是互人感觉会伤心。如果咱有亲人伫迄个所在孝念，如果咱也无的时阵，有时伫咱细汉囡仔时真惊去墓地，因为迄是一个恐怖有时死。就甲鬼都甲啥物拢连做伙去想。真悲哀的是，咱大家拢知影，有一天咱一定会到，嘛是倒伫遐啦吼。有一天咱嘛会是肉体生命结束的时阵。最近今仔日报纸在写讲，台北市也是咱政府开始，因为咱土地实在伤少所以咧推动树葬啦、花葬啦、海葬吼，卖占土地人死。都已经火化后了，就土尔嘛吼，骨灰尔嘛。所以咱无一定爱做梦做个遐尼大来迄个，也是环保也是一个迄个一个，莫去占着遐活的人的迄个空间。所以真侪人有咧问吼，伫我做牧师的中间，有人讲基督徒火化敢会使吼，还是讲？我要海葬，安尼敢会使？咱敢真正需要一个墓地？事实上，我家己嘛
嘛真深的感受啦吼。有捌有迄个有海葬吼，伫美国海葬爱申请坐船出去到指定的所在，你才会通骨灰去压伫遐。为了海葬了后的亲人咧，甲我讲，牧师我有一点后悔啦吼，因为我即马想要去纪念阮先生、阮太太，去海边都敢若没有一个定点吼，焦点思念的焦点，我当然太平洋徛咧，你就听，就是我去少年的时候，敢若需要有一个定点，所以我咧甲兄弟姊妹分享的时候，墓地吼是为着活人，毋是为着死人，因为咱无伫遐，是要活的人。如果咱今仔你来去扫墓，你看迄有足侪墓无人咧扫墓啊啦，已经到第4代、第5代无人咧纪念这啊啦，所以真正要有墓地，伊的意义在伫为着你的下一代，还是下2代，安尼尔啦，有一个少年的焦点尔。当然咱知影，这个毋是永远存在吼定定政府嘛定叫你爱迁葬啦，你拢毋知要摆去倒位。主要是人就是安尼，咱最后就是土归伫土，尘埃归伫尘埃。耶稣拜演这来讽刺，你做啊偌水的梦，做啊怎么样？甚至咱风俗内底讲这个梦的风水会影响到后代运势等等。这个是咱的迷信的中间。耶稣是咧讽刺讲，你做啊水内底嘛是干那香烂，还是死人的骨头尔。所以我相信咱伫最近，还是过来这礼拜，你可能真有机会到墓地去。可能爱去扫墓，还是去练纳古塔遐。我相信，我家己的历史，对伫多过身的时阵，咱定定会去，咱定定会去笑念，伫遐会伤心，会真毋甘伫个所在。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咱迄个去到墓地去笑念的时阵，咱次数愈来愈少，这是真现实的问题。心情嘛会无同，渐渐咱对过身的人，伊的笑脸、感恩的心，会去取代迄个哀伤迄个难过的心。今仔日咱伫中秋主日，我要甲大家来回顾2000年前在加利利来的妇人人因的心情。事实上，咱今仔是中秋主日，我甲想象，这加利利是算讲较偏远的，所以因有一句话叫外邦的加利利，就是已经离较远偏远的所在。所以因有法度通来到耶路撒冷是大代志，敢若要来台北城同款。所以当2000年前的中秋主日，这位庄卡来妇人人甲耶稣的学生，看见耶稣今仔日进入到耶路撒冷，竟然受到这么大的欢迎的时，因心内是何等的幸福！我得着人啦，我得着这个主今仔日竟然互规个这个府城的人用君王的方式来迎接，无一定真正这个耶稣若发讲要革命，咱无一定有法度通真正推翻罗马殖民地的统治。今日就做君王，所以莫怪遐学生看到这场面的时阵，因会伫遐来争讲，主你若做王的时阵，你内政部长互什么人做，外交部长互什么人做，大家要坐伊的正边倒边，因为外在情势互因有这种的愿望，互因有这种的幸福，所以无拍算主的行大行为，完全超出因的想象，伊无顺着这个民意伫迄个所在来号召群众，反正伊做的代志是一直拢互这个掌权的人非常的刺激，伊去清起圣殿啦，伊去责备这个法利赛人、经学师，骂因讲你敢若亲像梦，敢若外口好看尔。伊一直去挑战这个有关系的人，递到这个人讲我这个人无甲除掉，是社会动乱的根源。所以几天内底急转直下。当时讲何塞那，即马讲定死伊，所以
这个人伫4、5天内底心情的起伏一定非常的大。我想毋是干那伊受定死，迄种的惊慌失措，更较重要，检查是惊吓。耶稣是一个政治犯，因为应该写讲这是犹太人的王。如果讲这学生因四散逃走，毋是无原因的。如果真正若罗马要追究这个代志的时阵，无一定我家己性命嘛有危险。所以学生四散逃难，这个妇人人可能检查讲，阮可能较无要紧，总是迄个惊吓绝对是有的。然后咱知影迄个拜五3点耶稣断开，到拜五的5、6点日头落山，就是因的安息日的开始。所以，几点钟内底爱处理迄个尸体，妇人人迄种的唔甘的心，对你主的疼，互因感觉怎么可以这样就凊彩家困的，就甲放在迄个梦囥内底。为着要马上进入的安息日，为着因无法度通好好去处理耶稣的信息，照因的传统，因会咧家抹油，所以心内真懊恼，心内真唔甘，所以咱才会通读到28章第1节，安息日后7日的头一日天曝光，因等袂到天光啦。等袂到天光，安息日过啊！即马咱去做啥物代志，无犯着安息日的律法，所以抹大利亚的玛利亚甲别个玛利亚就带，咱若看其他的福音书，带香料，想讲这死2、3天的尸体，咱嘛是爱好好来甲处理，来甲抹油，甲定身来甲处理，因来到梦，迄个心情是讲。I have to do something 来弥补我心灵迄种的缺陷，甲对伊的疼。然后因诚做主国话第一批知影即个消息的人，是够惊吓，够欢喜。咱看天使对这妇人人讲的话，讲毋免惊，我知影恁咧找迄个，恁嘛亲目看见红顶伫十字架顶也已经死，总是。他不在这里，伊无伫遮。照伊所讲，伊已经过活。然后恁来看安放主的所在。去甲伊学生讲，伊对死人过活。这是，如果你是妇人人，你听见这个话，我毋知你的冲击心。死人哪有可能过活？死人哪有可能阁喘气起来？特别是死2、3天的人，我本来PowerPoint有迄个次序敢若已经去断掉。咱看这天使对妇人人讲的话，第一个是安慰，毋免惊。今仔日天使嘛对咱讲，咱检查你有癌，检查咱拄着咱亲人的死失，检查咱拄着死亡，不要害怕，毋免惊。我知恁的目的是咧找迄个定十字架的耶稣，恁的目的是要来处理伊的信息。结果你看伊无伫遮，事实上恁想看觅，伫以前伊就一定有言，人子一定爱受害受定死伫十字架顶3日后要过活。这代志恁敢袂记哩？伊已经照伊所讲的，伊所讲的就会成，但伊已经过活。你若毋相信恁？入来看安放伊的所在，恁家己来经验。今仔伫迄个所在，敢若剩咧困迄个尸体的迄个布尔，人已经无伫迄个所在啊。总是恁经验到主真正过活了，恁爱去报用主过活的消息。这是天使的话，他不在这里。我迄阵伫新南耶孙有。学到一句话叫做“历史的耶稣跟信仰的基督”。耶稣基督是历史中真正亲像咱活过，伫2000年前出世伫伯利恒，经过30几年伫世间的生活，伊是历史的耶稣。总是因的过活，互伊显出伊就是上帝诚做人来掌管生命、死亡的关系。已经对死过活，伊的死的过活。互历史的耶稣变成咱今仔日
咧信仰啊，咱咧仰望的基督啊，这个就是一个上重要的一个点。历史的耶稣因为告我诚做信仰的基督，但伊无伫遮伊去倒，耶稣已经无伫梦啊，伊去什么所在？这是我咧读圣经的时阵一个疑问。然后我就去看耶稣告我了的几个行程，然后有找到几个答案。约翰20章，这个玛利亚，莫达拉的玛利亚，伊是毋是因为这个福音书的记载吼，时间无同，啊，因为焦点无同，是毋是伊伫马太28章？莫达拉的玛利亚听见安尼了，伊又怕又惊又喜，总是伊还阁心内是毋是还阁有怀疑，阁倒转来远要去找，要去看讲，敢真正耶稣告我？所以是毋是安尼？叫约翰20章，伊伫迄个所在咧哭，尸体无去啊，总是我无看到主的告我，真正的告我。所以忽然间伊听人甲问讲，妇人人你为什么哭？你是咧找什么人？玛利亚掠做讲，即个是过梦园伫迄个所在的人，甲伊讲，你请你甲我讲，是毋是你甲伊刷去什么所在，我会通去，搁甲安葬伫即个墓穴内底。然后耶稣知影讲，耶稣直接叫伊名玛利亚，玛利亚就活转身，用希伯来话对伊讲列波尼。伊看到列比，看见先生，这个告我的主，互伊看见。所以耶稣告我了后，伊显现，因为疼，伊显现伫迄个疼的内底。玛利亚对耶稣迄种的疼，互告我的主欢喜显现，互这个莫达拉的玛利亚看。伊无伫梦。伊伫莫达拉玛利亚的疼的内底。第二个，咱来看讲伊伫倒位。咱拢知影即段故事，伫即个路加24章，迄个告我的主日的下晡，即两个学生，其中一个叫敬尼巴的人，另外一个毋知什么名，圣经无写。因已经有听见妇人人甲伊讲耶稣告我，总是因是毋是要去？以马忤办什么代志，还是为着什么？因还是离开了耶路撒冷，要去以马忤的路上。因伫迄个所在讨论，伫遐咧讲的时阵，耶稣叫我来，伫迄个所在甲伊讲啊，恁是咧讲什么代志？两个人是其中一个叫敬尼巴的，甲伊讲啊，你毋是为耶路撒冷出来？啊，你敢毋知影为迄个拜五，迄个耶稣受钉死，然后即2天，这代志真轰动啊！为伊入城，过去一礼拜久。代志迄气氛那么大，你敢毋知影遐出什么代志嘛？伊讲即个耶稣，跟你爸讲，我相信伊是一个先知，伊也是阮一向以来所仰望，伊要救赎以色列的百姓。可能跟你爸对耶稣的迄个期待嘛，是政治的领袖、军事的领袖，要救赎以色列百姓。我连仰望拢寄托伫伊。所以，咱会拍算讲，伊去互阮的这将军人甲定死。佮为什么这妇人人竟然讲伊告我？因仰望，总是迄个仰望渐渐破灭，然后耶稣出现互因看。伫革尼巴对耶稣的仰望的中间，耶稣解说伊的立场。是我是要来救赎，毋是干那要救赎以色列百姓，毋是为着政治，是为着。全人类的这个罪来赎回来牺牲的，所以伊伫倒位？伊伫革尼巴继续的仰望的中间，然后伊伫倒位？伊伫多马出现互多马看。约翰20章24节到28节，当过的暗时的时。这学生自责，伫遐参详讲，这妇人人讲耶稣告我到底是什么代志？门关条，耶稣出现伫因中间，互因看。咱福音书读过，咱拢知影。总是毋知什么代志，迄天12使徒中间，即个多马无伫迄中间。
所以当大家讲阮看见国外耶稣事后甲伊讲的时阵，伊讲我毋相信，人哪有可能国外？我一定爱甲伊摸伊的手痕，伊的血液。我若无去互经验着，互我看到，我总不信。果然8日了后，耶稣国外主搁一届显现伫学生，甲因讲愿恁平安。真显然，耶稣知影多马对伊的怀疑。伊邀请多马讲，你从你的枕头来摸我的顶和我的血，不要疑惑，总要信。也多马，我想伊是无真正去伸手去摸啊啦。伊甲他讲是你是我的主，你是上帝。所以耶稣去什么所在？耶稣是出现伫多马抑个怀疑迄个信的中间。检查这下，咱中间真侪人对信仰的怀疑。今仔日心内还搁咧想，国外敢有可能？咱像多马，若无互我去经验着，互我去摸着，耶稣显现互咱看，伊存在伫迄个信的中间。所以伊无伫遮，也伊显现伫伯大利玛利亚对伊的疼的中间，伊显现伫这革流巴迄种真大的愿望，要救赎以色列百姓。伊显现伫多马，亲像你甲我，也阁有足侪怀疑，也有足侪毋信的中间，伊要显现，互咱看见。不要疑惑，总要信。死亡无法度通捆绑主耶稣基督，死亡嘛无法度通捆绑咱甲伊的关系。所以永活的耶稣基督，今仔日犹原也伫咱的信心的中间，犹原也活伫咱的愿望的中间。犹原也活伫咱对伊的疼的中间。我要甲这个主题转到咱看下要缅怀信仰的前辈。你今仔要扫墓，我甲你讲，你的亲人、你的太太、你的姊妹、你的什么人，伊嘛无伫遐，伊嘛无伫平安园。伊伫上帝为着咱备办永远的厝体。恁的心无伫北北，主要所伫迄个所在，我去为着恁备办所在，互我伫地所在，恁也要伫遐。平安园是一个互咱纪念的所在，毋是永远待伫迄个所在乡暖。所以今仔日咱虽然有一个亲人，咱所听安葬伫逐所在墓园，咱伫迄个所在是一个感谢笑脸的焦点的所在，所以咱心内真清楚，伫基督的内底，伊已经无伫遐。这是咱对安息的亲人。那么心内亲像这个今日信息内底所讲，伊活伫咱的信，将来伫天要甲伊相见面，迄种的信仰，伫迄个愿望，伫咱对伊的疼的中间。咱用这来做咱今仔日的金句，咱做来读。之罪定因的罪基督耶稣已经死，尚且对死人中搁起来。担坐伫上帝大边，也咧替咱祈祷。罗马书8章34节，伊为着咱死，但今日起来，继续为着咱祈祷。望咱存着这个信心来跑走咱头前的道路，做伙来祈祷。主，阮知影你无互死亡甲坟墓捆绑，你已经对死人中搁活起来。今仔日你活伫阮的信心、愿望甲疼的中间，相款阮对阮所少年已经安息的亲人，阮也知影，因无伫阮甲因安葬伫迄个所在，就永远踮伫迄个所在，因嘛无伫遐。因伫阮的少年，伫阮的信将来要伫天间相见面，伫阮的愿望，伫阮对因少年感恩疼的中间，主恳求你用这，互阮对生命有另外一个角度，无个相款的看见，愿要得到迄个永远的活命。同心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咱来吟圣诗467首，少年过往，亲人朋友467首，请起立。
入天堂永更所在，少年过历代圣道，热心听主行天的路，尊坛得力，保佑主名，感情好意，好大无惊。所行伫地面上，实在做人真好模样。咱大家着受安慰，仰望救主，人得恩惠。伊才有愿望吧，一生对主不是空空。过三季，永远快乐，安乐的天。请坐。过来，咱要缅怀信仰的前辈，咱将时间交张牧师。拜托咱个电会，拜托咱馆长的直接就播放。咱有超60个人将迄个4大人，咱来看这段超6-7分钟的影片。应该有声音哈，声音好，声音需要用起来好不好？咱用贵姓的人的次序来安排吼。第一个是上早过身的，第一个是谢康雄兄的爸爸，1947年就已经过身了。
咱就是做伙来修圣餐。主耶稣邀请咱讲，你若跟着我陪同来就问我，我要互你得到安息。伊讲我徛伫恁的心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开的门的，我要入去，甲伊相交，来坐倒。咱照主耶稣所交代的摆设即个实体稳定的记号，用饼甲葡萄汁来纪念伊为着咱的罪来牺牲。咱知影主耶稣受杯迄暝，伊有摕饼祝谢讲：看，即个是我的身躯，要为着恁的罪来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罪来拍破的身体，咱今日来纪念伊。咱请侍奉的长老，咱来分这个。伫主耶稣基督的牺牲，咱才成做甲上帝和好的人。伊拍破伊的身体，是为着你甲我咱的罪过，替咱来赎罪，替咱付出罪的代价。咱要今日来纪念伊。接受过洗礼，个别过信仰，不管你伫什么教派，伫什么教会，咱伫主的面前来认罪，也用咱的心、诚心来接受主耶稣基督救赎的记号。这是伊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今日来纪念伊。如果咱摕到，请咱会通先把迄个外套、迄个塑胶、迄个先甲摕起来。如果咱若无领受到，请小举手者。要未摕到，请举手者，互咱侍奉的长老知影。毋知咱了人还未摕到无？先掰开哈。请咱掰开内底，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来领受伊，来纪念伊。食了后，耶稣摕桌顶的杯对学生讲：看，这个要成做新的记号，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着今日来纪念伊。这是搬过这羊羔的保费，做记号，是咱得救的记号，咱来领受，来纪念伊。请咱三个来吟圣诗122首，替我拍破
石盘身。吹到出回家水。主听者有人还袂领受着无？主耶稣讲，这是我为着恁所留的血，是诚最新的记号。咱今日来纪念伊。这主耶稣基督为着咱所留，咱来领受这个恩典的记号。主讲，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伊为着咱来死，直到伊过来，愿上帝平安，甲咱三合一个。这是咱要来举行奉献吼，请迄个任宽执事甲郑雅执事来施献。
奉献感谢，请起立。我会听thần救主在，听你也过这世間，但我立志獻家己，永永轉轉歸乎你。阿門。請坐。这点我来报告教会消息。今仔日是中秋主日，也是主耶稣最后一摆进入耶路撒冷。迈向各国他，为着伊要受难的日，咱来领受圣餐，来纪念伊为着咱赎罪的恩典。礼拜后，请留落交谊。咱今仔有举行缅怀信仰先辈吼。咱逐个人，这是咱第一摆举行看了真感动。下晡有迄个足球的比赛希望较侪人留落来咱有准备中餐。第二季时间有定表已经有排好请咱家己过目摕即个有定表的单后礼拜4月初9咱庆祝高华节。也是咱设教70周年的感恩礼拜特别咱家己过目，特别有2项代志要注意。第一个就是10点咱的礼拜是10点开始。第二个咱希望较侪咱南门桥咱有熟悉南门桥会当来参加的，咱一定要邀请袂当参加的，咱嘛要强迫伊来安尼互咱较斗闹这安尼啦。奉献证明已经有出来咱伫咱的每一个人的信箱咱家己摕安尼第7點，因为即个清明的年假所以办公室有休困到4月初54月初6才阁恢复正常的上班。集体关怀咱特别少年咱先歌队长惠珍姐的妈妈。李五神笑姊妹伫3月25过往，享年81岁过个礼拜是4月初4，拜二下晡1點半至二滨的真二厅咱为着这家属咱来代祷请丁牧师来补充。咱过一个拜五受难日有礼拜，是伫城中教的是联合礼拜如果时间方便大家欢迎去参加拜五的这个受难日的礼拜。总是特别用我提醒咱后礼拜10点礼拜10点礼拜咱有分做2部分，一部分是要做国华节圣歌队已经准备甲今仔要搁加班第二部分进入第70周年咱有纪念册要分发要有展示咱迄个纪念衫虽然迄个衫到即阵拢要后礼拜袂赴，互咱大家穿啦，毋过会当先互咱看。为着70周年，咱也有做一寡即个要手抄圣经的呈现啦，等等遮，迄是第2部分。所以咱后礼拜10点礼拜因为咱无对教界邀请，咱搭礼拜下就是咱无要过去叫台北中会遮个聚会的人来等等，所以是咱家己。庆祝咱70岁生日，所以如果你的主题今日足久毋捌来教会，等等，请邀请因做伙来来看咱即个心灵的家然后咱有准备中昼顿中昼顿应该大家拢免报名咱有准备较济做餐盒，到时咱礼拜刷了后，咱会当开讲有一寡以前伫咱教会过去南部的，阮拢会去邀请。当然毋知因会来袂毋过请咱大家尽量，互南门桥咱的全家大家做伙伫即个有纪念性的日子，所以来感谢上帝恩典所以后礼拜10点开始，如果你若有开车
后礼拜会通去南昌街的停车场停车吼。咱已经甲台电讲好，所以咱怀着欢喜的心，后礼拜来庆祝南门社教70周年。多谢。毋知我有需要介绍什么人无吼？有朋友，你特别带朋友来，今日需要我特别介绍。若无看见咱有屏幕啦吼，今仔日有听讲报名空前踊跃啦吼，所以拜托有要比赛，你要注意听迄个主办单位吼，即马是第几组什么单位要比，安尼速度才袂拖甲真晚吼。所以如果你若有做选手，还是讲你要做啦啦队，咱搭楼骹有准备一寡简单的中式吼，欢迎大家来咧做伙观赛伫这个所在来交配，多谢。咱来吟上吟391首《鹅乐天顶主宰》，请起立。鹅乐天顶主宰，从这天对甲海，保护万民，咱人。来领受上帝祝，愿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为着咱牺牲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对咱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祝福引带，甲咱正大家三合一个直到主过来，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默祷。拜托，音控哈，我们把这个拉上去好不好？我要给大家看哈，多谢咱总务组给咱做这个整个墙面哈，换新了哈，我们规个教会拢已经油漆完成啊哈，咱真多谢总务组院长乐真侪人的辛苦谢谢大家，咱个拍拍多谢。